部咧係連日本美容院咧都用緊佢嘅宙斯第4代，我哋而家可以帶佢翻屋企啦。佢可以好精準咧，無論係眼位啦，你睇下，完全好貼面㗎，鼻位啦，一啲嘴角位啊，甚至乎一啲虎紋位置咧都照顧得到嘅。當中仲有4種唔同嘅色光，可以吸收落我哋嘅皮膚嘅毛孔度，去刺激翻我哋嘅膠原增生啦，收緊翻我哋嘅下顎線啦，仲可以令皮膚咧光滑翻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 Yan 啊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咧就係呢一款我都等咗好耐嘅宙斯第4代。呢一部儀器咧係家用美容儀器裏頭嘅一個天花板嚟嘅，因為佢同時咧能夠做到眼啦、面啦、身啦、緊緻同埋刺激膠原同埋抗衰老嘅一部儀器嚟嘅。咁所以咧呢一個品牌咧其實喺咁多年嚟咧都屹立不倒嘅。就算你去到日本佢宙斯嘅美容院2000幾蚊一個療程，其實都係用緊呢一部儀器去幫你去做。咁所以如果咁咧，不如我哋自己買一部翻去擁有呢個美容院啦。咁點解佢咁勁咧？係因為咧，其實咧佢當中有一個專利嘅射頻技術，比起之前咧嗰3代咧，能量咧佢已經升級到一個叫做9極嘅 MFIP 同埋 Ultra Plus 嘅複合射頻。咁佢有16種唔同嘅頻率啦，比起咧其他嘅射頻咧效果咧出嚟咧就會更加靚啦。咁當中咧其實咧佢有3個 mode 嘅，咁我先介紹咧我自己最中意用嘅呢一個 mode 先。咁咧呢一個叫做 MU mode， 咁呢一個 mode 咧其實咧1星期只需要做1次，可以配搭翻你自己嘅護膚品啦，自己嘅導入精華啦，或者佢送嘅一個 PE 精華去使用都得嘅。咁我自己咧平時咧比較中意用自己嘅導入精華去做啦，因為咧我會睇翻個皮膚有唔同嘅狀況啦，咁然後咧我就會用唔同嘅精華，咁譬如我想美白咪用啲美白嘅精華咯。咁呢個 mode 咧可以做到提升啦，同埋抗皺啦，同埋去增加膠原嘅效果，仲有埋導入嘅功能添。咁佢會配合翻一個智能嘅溫控系統，碌落塊面咧，我哋其實咧瞬間咧好似咧一個燙斗咁樣燙平咗我哋嘅皮膚嘅。咧有5種唔同嘅色光嘅，咁分別咧佢會有白光啦，提亮膚色啦；粉光咧去改善翻鬆弛啦；綠光咧去淡化翻一啲痱紅嘅位置嘅。咁而藍光咧就會舒緩翻我哋皮膚敏感，去穩定翻我哋嘅基底層嘅。咁如果唔想煩啦，其實有一個咧叫做多種光，全部用晒。咁我自己懶啊，我平時通常都會用呢個光嘅，咁會有晒所有嘅光啦。跟住落嚟咧，我就會介紹第2個 mode 啦。第2個 mode 咧係一個 EMS 嘅 mode。咁呢一個 mode 咧其實每一日都可以使用嘅，配搭翻 gel 啦。去修飾翻我哋一啲，譬如有陣時重點我哋想修飾翻一啲下巴輪廓、拉提下顎線啦，或者我哋眼比較浮腫啲啊，我哋想做翻一啲提拉，又或者咧我哋嘅手肥啊，我想做一啲手部嘅一啲肌肉訓練啊、肚啊，都全部可以用呢一個 mode 嘅。因為其實咧 EMS 咧係好重要㗎，因為其實我哋人體咧係需要做運動㗎嘛，塊面咧其實都係需要嘅。如果唔係咧，就好容易會鬆弛啦，同埋老化嘅。咁最後咧，呢一個 mode 咧叫做 Heat mode，咁佢用咗咧200個 Hertz 嘅電流咧，溫和咁樣加熱到我哋嘅皮膚底層，咁係幫我哋咧喺任何程序之前咧做一個預備嘅動作，加速翻一啲血液嘅循環。譬如我頭先介紹嘅一個 MU mode，之前你就可以用呢一個 mode 去做嘅。咁 EMS mode 咧，之前咧，你亦都可以用翻呢一個 mode 啦去做翻啦。有陣時咧，我哋咧捱完嘢啊，血液循環唔好啊，或者咧護膚品吸收得唔好咧，都可以用呢一個 mode 去幫助翻我哋去做一個皮膚嘅吸收，同埋刺激翻一啲血液嘅循環嘅。咁亦都報告咧顯示咧呢一部儀器咧使用1次咧，其實膠原增生咧係高達3倍嘅。但係咧，我想實際講一講咧，你用落塊面嘅時候咧，你會覺得更加震撼個效果。只需要6分鐘咧，做到一個抗衰老嘅流。同埋我亦都要讚一讚咧呢一個頭啊，呢個花型呢個頭咧，佢咧係每一個位咧，就算嗱我哋呢啲嘴位啊，或者係一啲眼袋位啊、淚溝位啊、呢啲位啊、鼻翼位啊，佢全部咧都好精準咁樣照顧得到嘅。重點嚟啦，呢一部儀器咧會自動識別到我哋皮膚嘅狀況，好似一啲乾燥皮膚啊、油性嘅皮膚啊，咁你連住藍牙去用嘅時候咧，可以自定翻一啲模式去護理嘅。
咁之前咧嗰幾代咧連藍牙咧，佢係只可以連到 Android 嘅機啫。呢一部新款呢一部咧，其實佢連 Apple 機咧而家都可以用埋啦。咁你連接咗藍牙之後咧，咁你會睇到呢一個版面啦。咁呢個版面咧有唔同嘅語言你可以 set up 翻嘅。咁跟住呢一個電話嘅版面去做翻，咁就可以知道個手法究竟係幾時應該要按壓啦，幾時去做拉提啊。咁你都可以輕輕鬆鬆咁樣可以做得到。